屬鼠嘅你今年特別要留意喎，因為沖太歲沖動不動盪不變化，有遷移外出變化之象，感情變化、住屋變化、事業變化。咁變化咧就分兩極化嘅喎。首先講感情先啦，感情變化咩意思啊？如果冇感情，要嚟一段感情；如果有感情未結婚，容易結婚或者分手；如果結咗婚，咁唔使問，梗係容易炒大鑊啦。咁你係咪？所以屬鼠特別要留意感情容易變化。咁住屋變化冇所謂啦，因為每一次沖太歲咧有個大號星跟住，所以每年沖太歲嘅生肖咧特別容易搬屋或者買屋嘅。咁我頭先講啦，同第二個生肖都有講噶啦。買屋搬屋其實而家冇乜所謂，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就得噶啦。咁同埋買屋就而家唔使揾方向，因為只有旺財或者旺丁，旺財我就吹丁，旺丁你就可以吹財。咁最簡單，你唔使識風水又唔使識方向嘅，就門旁邊擺個水吹財。屋後面中間位置擺個15個 cm 以上嘅大石春，咁就旺身體。咁無論你間屋旺財或者旺丁都啦，前面吹財，後面旺身體，咁就點嘅屋都搞得掂啦。最緊要廚房廁所唔好對任何門。咁事業變化就兩極化啦喎。如果你生喺8月8之後3月6之前有任何新機會，可以放膽嘗試，無論轉工又好，又或者想新投資又好，今年成功機會都比較大嘅。咁但係如果你喺3月6到8月8春夏天出世咧，可以唔變，打死都唔好喐，因為變咗好嘅機會其實唔係話好大嘅。所以雖然今年屬鼠排第11，感情或者事業都排第11咧，其實就兩極化。秋冬天出世人變好，春夏天出世人變衰。住屋變化冇所謂，職業變化可以。秋冬天出世可以變，春夏天出世可以唔變，千祈唔好變。咁感情變化就聽天由命啦，我都唔知你變成點㗎。咁今年吉星有月空，呢個月空叫逢凶化吉，可以減輕凶星嘅力。凶星有咩啊？凶星有大號，每次沖太歲個大星都跟住㗎。咁啊頭先講啦，大號代表大破財，所以容易搬屋。咁但係又冇諗住搬屋，又冇諗住買屋，咁點算啊？自己主動用一筆錢，用一筆錢唔係代表破財喎，可以買嚿金都好啦，買嚿金我都用一筆錢都要擺屋企啦，係咪？咁仲有天哭，天哭心情唔好，有時容易喊啦。咁如果咧係分咗手嘅，咁啊梗係容易喊啦，或者咧結婚咧都可以喜極而泣都得嘅。咁仲有叫歲破，歲破即係頭先講嘅沖太歲嘅意思，冇乜特別，個意思已經講咗啦。同埋沖太歲特別容易筋骨手腳損傷喎，因為今年叫做子午相沖，而係筋骨手腳、手指背脊受傷。損傷月咧，農曆5月同11月可以捐血洗牙化解，所以屬鼠今年特別要留意筋骨手腳受傷，同埋揸車容易撞車，尤其是農曆5月同11月可以少啲揸車，或者嗰2個月揸車盡量小心少少啦。咁屬牛嘅你呢，雖然今年財運排第10，其實又唔係咁差嘅，不過排來排去冇人咁好咁解啫。因為今年你屬牛呢，叫太歲傷害，除咗犯太歲、沖太歲，你都叫做犯太歲嘅一種，咁都叫做所以排你第10就咁解啦。咁其實咧丑午傷害就好輕微，好輕微，小嘅是非有時我自己都會忘記嘅。咁桃花方面咧，反而可以排第4喎，因為今年嚟講原來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咁所以其實又唔係話差得咁緊要嘅。咁一個排第10話人緣唔好，一個排桃花排第4人緣好，咁即係打和冇所謂啦。因為今年咧叫做霧水咸池桃花，咩叫霧水咸池桃花咧？雖然冇咸池桃花咁重，咁但係都叫有桃花，咁人哋見到個樣都會順眼少少嘅。咁除咗呢樣嘢之外咧，點解排你第4桃花咧？因為今年有2粒有力嘅吉星，叫做龍德同紫微，最有力嘅貴人星得有力貴人輔助，所以財運雖然排你第10，係你俾人執到第10啫，所以唔使灰心，唔係咁差嘅，稍有是非咁解啫。咁當然咧要睇翻你春夏秋冬出世，如果你係嘥秋冬天，雖然排你第10咧，你財運其實咧，如果2025係上緊，其實26、27其實一路係上嘅，上升軌跡之間。咁有時啲人咧，2022到2027有啲22開始好就27會停啦。咁如果你發現你25先開始好咧，其實呢個運咧去到2030咧先至會慢翻落嚟㗎。咁但係如果你嘥3月6到8月8咧，無論你遲好或者衰好都好啦。咁其實而家呢幾年咧都係特別衰嘅年嚟嘅，因為有啲人22開始唔好，有啲人25開始唔好。咁你發現你25先開始唔好咧，一路係30年前都要慢嘅。所以無論你22開始唔順利，25開始唔順利，去到呢個26年咧都係特別唔順利嘅年。所以記住，屬牛如果生喺尤其是5月6到8月8，所有嘢係宜守不宜攻，尤其是工作方面可以唔轉就千祈唔好轉。咁感情方面其實冇乜特別要留意嘅，因為今年叫做太歲爻合。如果係有感情，今年繼續發展都係唔錯。如果冇感情，今年又有霧水桃花，如果識啲已經相識嘅人。不過霧水桃花就易聚易散，就未必係真桃花嚟㗎。咁借呢個霧水桃花咧，就可以俾自己人緣好啲。所以如果成日做嘅嘢要交際應酬
接觸人咧，今年人緣都睇高一線㗎。咁吉星有龍德紫微，咁凶星好大紮，其實完全冇乜用㗎。好似暴敗天間、六害、歲煞、天煞、吞陷、提二煞，全部冇特別嘅影響，所以其實今年只有吉星而冇凶星。屬虎嘅你12生肖之中財運排第2喎，因為你今年係財運年，只不過因為你冇兔咁好啫，因為兔係桃花年，咁你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即使財運年都咧可能要樣樣親力親為，乜都靠自己努力把握。咁財運年嚟講，如果你嘥秋冬天，一定係勢如破竹啦，係咪？即使你嘥春夏天到啦，都係因為財運年而睇高一線嘅。咁啊財運年咧，對呢個上班一族就冇乜幫助嘅喎，因為上班一族唔會突然間個財運年多咗錢噶嘛。咁財運年當然排第一對做生意有幫助啦，排第二對自顧多勞多得嘅人有幫助。咁但係最直接一定係做生意㗎啦，因為做生意去到財運年咧，財運年有時唔係話越勤力越多錢㗎嘛。你唔同自顧係要多勞多得，係用時間去揾錢。但係做生意可能突然間接到筆大生意，哇！一單生意可能頂你1年都得啦。所以屬虎今年咧排第一係做生意嘅人，排第二咧就係自顧一族，最冇乜特別幫助咧就上班一族啦。咁上班一族唯有希望今年公司業績好，年尾有個大利是收一收啦。如果呢個都冇啊，今年就冇乜希望噶啦。咁屬虎咧完全冇吉星，凶星都唔使驚，凶星得一粒子背啫。咁子背俾人督背脊講是非，咁明槍易擋，暗箭難防，話明督你背脊，你又唔知邊個喎。咁你唯有自己行得正，企得正，盡量唔好有破綻俾人督就得啦。咁今年財運排第2，桃花咧就排第7啫。因為你屬虎嚟到呢個馬年咧，叫做太歲三合，合都代表感情係穩定嘅，所以感情方面今年冇乜特別，唔係桃花年，但係感情比較穩定，有就繼續有，冇就繼續冇。如果冇咁點算啊？唯有留意桃花月啦，因為你今年桃花月咧就農曆6月同12月呢2個月係重桃花月。咁如果單身你又唔想再繼續單身落去咧，就唯有等呢個6月同12月啦。但係今年把握唔到啊，都唔使驚喎，因為2027羊年係你重桃花年啊，所以最多等多1年啫。